观众朋友，大家晚欢迎收看7月18公司第2台的暗新闻，我是楚欣。咱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新闻进部分上卡好，地属有个职人伫买3倍更，另外个放更按今仔日开始开放民众登记。咱国驻港办事处4名官员因为拒绝签署一定承诺书，工作签证无通延期，被逼回国。韩国演习伫昨结束，军方证实这中间中国军机不时搅扰咱台湾，为着收集情报。今仔日礼拜六，身份证部分上卡好，民众拢会使去邮局买3倍更。所以今仔日拜日的人丁即上济，同台湾1269间邮局加班服务民众。也新北市沙丁堡这大上大间的邮局早起作业系统只是拍袂行，经济修好了后，系统已经恢复正常。拜六一透早，新北市沙丁堡正义邮局门外已经有不少民众排队领号码牌，都惊拜六邮局出现满满排队的人，有不少人早起7点就来卡位。7点啊，我早来早排啦，是我来等啊。9点开始卖，沙丁堡2间邮局等候大厅开到10通通。排在第一位领的妈妈讲，因为平常时上班无闲，才选伫拜六一困摕出来的人代领4份。我刚好2个，双好2个，还要跑2趟，很麻烦，所以说今天礼拜六来。拜六邮局领券的人比平常时加出几啊倍，尤其新北市沙丁堡路州顶地领的人上多，系统一度无顺，经过紧急修复了后，目前已经恢复正常。就是有的时候是作业了，可能是这一笔进去，然后不行，然后到第2笔、第3笔的时候就 OK 了。50号到60号到这边集合。因为拜六领券身份证尾数无分单双户，加上是休困日，全台1269间的邮局，规工加班备战，早起9点到下昼5点开放封领。根据邮局统计，到下晝5点，全台3倍券，一天合计卖出992438份，4天落来合计卖出超过339万份。今天我是预估2200份，应该够了。不够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库存都还有。邮政总局强调，全台各分局3倍券库存量绝对有够。除了逐天有个发放数量，也会另外去准备，各分局拢有大约1张可能加发的数量应付。有计拜六将出现150万人条，强调3倍券存量至少到下礼拜3拢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为振作艺文产业，文化部这边也有率进行更艺放更。从台湾12000多间店头拢合用，今日开始开放民众用手机登记。也文化部长刘英女表示，刷了会甲便利店合作，推出第2批艺放更，互无手机的民众来使用。手机下载易放券 App 完成注册登记。3倍券开始发放，文化部第日推出每份600块的易放券，18早起9点开放注册登记，在20暗时9点截止，也会在21中昼直播抽签，公布得到易放券的名单，限量是200万份。而抽到民众应用伫个艺文活动进行艺文产业，拿去看一下表演啊，或者是就是支持一下喜欢的书店这样子。文化部指出，到即阵全台适用易放券的有12000多间，干那册店甲出版业者就超过2000间。另外像是大型展览、演唱会，也是音乐、戏剧者动态表演，也是电影院等等，拢有纳入适用的范围内底。怎么去申请跟使用这方面，可能大家要稍微做点功课，这样。我们希望2个加成，看可以发生一些什么好的结果啦。对，努力自己也要冲一下。而文化部长李永德下晡也来到台中独立册店，向民众发话：易放券除了看电影以外，也应支持独立册店。而讲到易放券开放登记头一天，李永德讲，除了文化部网站流量伤大，手机注册系统拢真顺。不过易放券爱全部使用手机操作。李永德讲，易放券的第2波的目标会放伫个无手机的族群者人。这个专案呢会跟4大超商合作哈，所以你不必透过手机，你可以走进超商哈，那么用你的健保卡哈，就领那个口罩的模式了。易放券头一天注册量有经超过120万人，第2波的体量无手机的族群，不过方式也是甲4大超商来建议。所来抽到易放券的民众，伫店头柜台也是门口，若是看到标示，将用手机来完成抵用消费。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驻港办事处4名官员因为拒绝签署一中承诺书，工作签证无通延期，被逼回国。根据消息指出，蔡政府表明，这个人员因的安全是第一要紧，也驻港办事处敢会替你，政府目前决定坚守到上尾一刻。港版国安法通过了后，香港情势渐渐不安。外国媒体路透社更加引用知影人士的微报道。台湾陆委会驻香港办事处官员和香港政府解讲，若是无签署一中承诺书，因的签证无法度来换新的。驻港办事处代理处长郭明春就因为不爱签这份文件，造成签证无得到延期，已经在16暗时返来台湾，其他主管也陆续返来。其中，驻香港台北办事处5名组长内底，敢若村经济组组长李碧嘉一个人。我驻港机构是经过台港政府协商并换文同意设立的。港方应该依据双方协议保障我驻港机构不受任何政治干扰，且不应在双方同意的规范外设置不必要的障碍。陆委会对是毋是被逼签署一中承诺书无加做回应，只是搁再呼吁香港莫设置无必要障碍。媒体报道，这份切结书内容有4项，第一项就是台北驻港办事处甲人员爱答应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香港基本法加香港法律未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免做出损害香港劳力稳定，也是互香港政府歹看言行。根据了解，驻港代表罗仲水2年外前就因为拒绝签署无法度上任。驻澳门办事处代理处长李佩如4月也因为不爱签离回国。香港的任何政治都是以北京为马首是瞻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它的联动性啦。北京对于这个任何民进党的人执政，他都是不放心嘛。学者讲，过去陈水扁甲马政府时代，香港是用讲的方式来处理一中原则，有真大的春秋的所在。不过，蔡政府上台了后，北京增加压力，上摆状况有可能会铁管。而知影的人讲，即阵政府态度是自外人员安全是第一考虑，而是毋是要撤离会坚守到最后。记者综合报道。汉光演习日前结束，军方证实这中间，中国军机为着收集情报，不时搅扰咱台湾。空军表示，相关的机密拢有管制好势，并无漏泄的风险。另外，美国搁再派2架航空母舰去到南海演练，中美2国的情势搁再紧张。汉光沙沙区实兵演习17正式结束，国防部长严德发在结束的精神讲话，特别率领全体人员为殉职的陆航2位飞官默哀1分钟，表达国军怀念甲致敬。一摆5天4面演训，军方证实中国军机在这段期间继续出海收集相关情报，一直侵扰台湾。17更加被记录到有1架中国电侦机对福州一带出海，随即沿海峡中线以西南北一直飞，来回至少6抓。空军讲，这架电侦机无越过大海中线，国军也无涉别的疑虑。全部在演习之前呢，已经做好相关的电子参数的管制，所以并没有泄微密的疑虑，请国人放心。中共军机今年侵扰台湾，到即阵已经有20摆，历边历年来全年上侪摆记录。专家分析，中共军机活动甲美军有关系，双方更加在南海军事对抗。美军太平洋舰队17更加发表声明，宣布尼米兹号甲雷军号2架航空母舰打击群重回南海，进行高端双航舰演习。这是美军7月第2摆在南海进行这项演训。而且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即阵中国在南海西沙群岛的英雄岛跑道部署至少4个架刺猬歼11B 战机，虽然战力甲美国航空战斗群袂比的，不过被解读是伫对美国释放信息，讲热战一触即发。An actual shooting war with China, they would lose very, very rapidly, and they know that. This is a paper tiger in terms of military capability. We have 12 nuclear aircraft carriers. 虽然美军表示双航母进驻南海，不是为了回应任何特定的政治，也是全球事件。不过，川普新提名的国家安全教育委员会委员戈尔卡却是伫节目中讲，中国就是一只抓虎，强调总统川普真认真看待所有甲美国有关的军事威胁。假使真正爆发战争，美国会甲中国军事会装备炮弹，也让南海紧张情势继续上升。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开声指中国有意毁灭香港甲台湾的自由，甚至企图掌握世界通讯网络。美国司法部长巴尔这边点名好莱坞甲美国的科技公司，批评因为着商业的利益，外向中国起兵去。
美国国务卿庞佩奥17在爱荷华州首府德梅因市举行的家庭领导力峰会发表演说。这是一个基督教保守派势力的集会活动。庞佩奥讲，长久以来，外交政策专家学者拢相信，增加甲中国做生意会互中国变加更加开放自由。不过事实上不是安尼。Toda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crushing freedom in Hong Kong. It's threatening a free Taiwan. It's trying to dominate world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including those right here in places like Iowa. 司法部长巴尔16在密西根州获得总统博物馆演讲，点名批评好莱坞甲美国科技公司，讲因为着商业利益对中共磕头。But Hollywood now regularly censors its own movies to appea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ver the years, corporations such as Google, Microsoft, Yahoo, and Apple have shown themselves all too willing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CCP. 巴尔也警告美国对中国产品加服务依赖伤深，像是喙暗加防护衫这防疫使用的器材，并且指控中共当局锁定美国大学甲商业界偷摕甲疫苗研发有关的研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讲，川普当局为着年底大选已经走火入魔啊。这些人他为了一己政治私利。不惜绑架美国国内的民意，不惜绑架中美关系，不惜绑架国际关系，甚至到了丧失理智、走火入魔的地步。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武汉肺炎的疫情是世界第一严重，加州这边新病例是一日多。为了压制疫病，加州的州长公布学校复课的标准，规定是真严格，拍算有过8成学生拢要经过网络镜头来学习。加州17个新冠确诊病例将近2万，新增加死亡人数258人，总死亡人数将近7400人，其中1100多人拢是伫这2礼拜过身的。加州、甲亚利桑那州、德州，也有佛罗里达州，并列美国4大主要感染的地区。州长纽森17就8月中的秋季班，心情恢复正常上课，公布严格新规定。If you are not on that monitoring list, you can move forward as a county if you choose to physically open your campus, physically open your schools. However, schools that don't meet this requirement, they must begin the school year this fall through distance learning. 加州58个郡有33个拢在疫情监控名单上，也就是讲全州8成以上学生拢会继续伫厝内底远距离学习。那安尼，纽森也下令复课学校所有教职员，也有3年到12年级学生，拢必须挂喙暗到学校。3年级以下鼓励挂喙暗，不过无强制要求。纽森也警告，若是学校出现5%的确诊病例，就必须关起来；若是有25%学校拢伫进行14天隔离，规个学区就必须关起来。在这进前，医院本复各个学区家己来决定因要安怎上课。不过看到病例无减少，反倒当增加，纽森该要求无论公立也是私立学校，拢要遵守这套防疫准则。记者综合报道。今年5月，罗马教宗 Francisco 宣布，台北总教区总主教到嘉义教区的主教曾安祖担任。就这典礼伫今仔日下晡举办。另外，中国甲 Vatican 签署主教任命协议，按算伫7月下旬来谈判。外界认为，固定无定会甲中国建交，影响咱甲 Vatican 的关系。接过前任总主教牧长就职典礼庄严肃穆正式宣布，天主教台北总教区新任总主教由蒋安祖正式接任。现场除了台湾天主教各区代表，也有海外教友。前副总统陈建仁夫妇是专程参与，总统蔡英文也亲自到场祝福。种种主教长年以来努力拓展社福事业、人文教育以及医疗工作的发展，推动跨宗教的交流，获得教友跟民众的爱戴，也深获教廷的肯定。天主教台北总教区新任总主教蒋安祖婚龄出生，捌担任辅仁大学董事、台湾总修院院长等职务。2008年由前教宗本笃16世宣布调任嘉义教区主教。另外，台北总教区前任总教主洪山川已经请示半年，一直到今年5月下旬，才由罗马教宗方济各宣布由蒋安祖接任。对近期教廷可能甲中国关系密切，不过蒋安祖对台湾邦谊真有信心。教廷也注意到，台湾这边的关系，台北总教区的洪总主教他届龄了，
他退休，那教宗并没有把台湾弃之不顾，选择一位来继洪宗主教的位置。所以这个可以看得出来，教廷还是一直关心着台湾。高定甲中国2018年签订的临时性主教任命协议，将伫2020年9月29到期，双方有计7月下旬进行谈判讨论延续协议后期。传出高定正等待中国点头，外界烦恼台韩关系恐惊出现变数。中安就表示，主教任命协议对台湾甲高定的关系无实质的影响，高定未为着甲中国建交牺牲台湾的天主教会。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现时天气消息，搁当着许热，侪民众去溪边也是海波酸水，煞也发生未少意外。花莲一名大学生去到三站溪酸水跳落溪煞，撞到溪水当中的大粒石头，尾当骨着伤，无法度行。直升机将这名大学生运到山，救护车才送伊去病院去救。另外，伫台南渔港岛有2名游客踮遮受水了，伤势互大用降气来渡水。其中一人救起来是已经无气死，为着避免意外搁再发生，各管市加强巡查水路，也呼吁民众唔通伫危险的地所耍水。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规划台东丰年机场做阿帕克直升机训练的地所。今日台东县政府办理说明会，不过台东顶下拢总反对这件代志。陆军这边表示，因会继续打合，找找共识。说明会一开始，全场为升级的2位陆航飞官默哀1分钟。这场说明会是因应陆军航特部规划以台东丰年机场作为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等军用直升机甲特战连训练场地，台东县政府举办的大型说明会，也毋过石来华挂满抗议的布条，为县长民意代表甲民众一边倒，坚决反对。这个是住宅区，周围全部是住宅区，而且已经有丰年，已经有支航了，还要再来阿帕奇，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对台东人非常非常的不公平。如果我们坚持反对航特部进驻丰年机场，航特部是不是也不管你们的感受，直接就盖了？到时候军与民会冲突，会流血，会受伤。居民反弹声音上悬的噪音甲补助方面，军方已简报说明，直升机的航空噪音平均大约49.1分贝，甲丰年机场平均56.3分贝影响较细，袂影响民众的生活品质。另外，噪音补助部分以里划分区域，相关补助每户45000块。资料我想也会提供我们所有的大家回去再看一看还有哪些有疑问的地方，也希望大家再提供给我们意见，做我们最大的诚意希望能够构造双赢。陆军也表示，为了东部地区国防需求，也有中共近年来强军航母屯南伫台湾西，所以有东部训练基地规划，目前这项预算也被国防委员冻结，会继续进行沟通拍拼。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高雄到台南因有治安事件接触发生，警察局长和行政院长苏贞昌入关，昨2位新警察局长接上任，随带对临检。高雄市警察局长刘漂亮向酒店业者讲谈话，若无管理的能力，就莫食这道。台南市警察局长詹永茂这边开言宣示，短期内若阁再别抢劫案件者，就替换警察分局长。既然要做这个业者，你就要有自主管理的能力。你没这个能力，就不要吃这行饭。严肃警告酒店业者，高雄市新任警察局长刘伯良18号透早亲身带队前往酒店临检。虽然前一天下晡才上任，不过因为高雄市某一间舞厅发生命案，互行政院长苏贞昌不满，警察局长变换掉。第一个临检点就是这间舞厅，不过舞厅被查到居家检疫的民众上门消费，以消毒作为理由，公告暂停营业。未来你做不好自主管理，发生案件。你就自己先歇业，歇业期间，你去好好检讨，如何把你的营业过程的安全机制做好。
台南市嘛，因为开枪的案件，警察局长被调职，新任的警察局长詹永茂上任的第一天暗时，和台南市长黄伟哲就执行扩大临检。詹永茂嘛宣示，若是最近佮发生开枪的案件，恐惊分局长嘛爱落台。每年大概有将近20件，在相较于其他各县市来讲，的确是很高。这样的话会造成民众对这个治安的疑虑，而且会造成民众。台南、高雄两名新任的警察局长一开始就展现强硬作风，嘛拢呼吁这业者爱担起家己管理和社会治安的责任。记者李小安、柯正俊、温正雄南部报道。咱教育部开放19个国家甲地区来咱台湾读册学生入境，不过这中间中国学生并无包括在内，才无通入咱台湾的中国学生表示，政府开放的标准并无公平，行政院阁部会如果互相下体责任，但因按算写批向总统府来订正。陆生暂时袂当来台超过175天，并且陆生反台推动组社群一篇投稿，讲到想要赶紧来台，毋忙有人想要甲师长好好的告别，有人想要等到实体课程专心学习。老师很用心，但是直播的设备毕竟有限，每周的3个小时课程就是对着一个模糊不清的黑板在那里看的，然后我基本上这门课我很难学到东西。也毋过教育部6月中以后4波开放经外省来台，陆生倒是无在内。小组近2个月连续提出查证资料甲学习数据，写批到教育部、卫福部甲陆委会，拢无结果。其实我们来之前都会知道说，台湾对我们有3线6部啊这些政策，但我们觉得那就不打工嘛，那就不拿奖学金就还可以，就还好。但是现在就感觉到了，就是真的是实打实的歧视压在我们身上，严重的影响了学习跟生活。小组指出，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15指出，检疫14天的前提之下，经外省入境检疫模式会当放宽到什么款的地步，交予教育部评估规划。也毋过教育部佫讲，要开放到一寡国家，报请指挥中心同意才执行，批评互相杀责任。如果下学期还不能开学，而我其他这边在大陆的朋友，他们下学期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开学回到学校的，大家的生活都已经恢复正轨，而我的生活还是处在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并且有一点看不到头的感觉。袂但嘛无想要一直等，小组拍算写批到总统府订正，目前也提出影像征集计划，请陆生简单的翕伫大陆生活的影音，展示正常生活，以消除部分台湾民众对陆生反台的顾虑。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国教署统计，6都当中，台中的学生目睭上歹，不少囡仔着配目镜。台中市教育局指出，这甲学生囡仔3C 产品用过头久，佮有伫写功课的时姿势无正确有牵连。假日的台中科普馆，袂少家长带着囡仔来遮参观，拄着热热，也佮有天气真热。真侪家长讲，上烦恼就是囡仔伫咧厝的，伊伫看电视，也佮有使用3C 的产品，有时就爱趁这个假日，常常带因出来行行。不要给他手机就好了，也不要给他平板啊。哦，那他会不会很想看？会啊，还是会。哦，对，其实很害怕，因为自己其实近视的，所以实际上也会蛮担心，其实近视的一些不方便。根据一份国教署统计资料，108学年度台中市各小学生的视力不良率达到47.43%，是6都内底视力上歹。高中学生视力不良率也达到7%，也是6都内底尾也算来第2名。台中市教育局指出，这甲学生过度使用3C 产品甲姿势无正确有关系。上课期间比较没这个问题啊，反而是在自修，就是说他回到家写功课的时候，只要去户外。15000兆度的环境底下，就会让视网膜产生多巴胺，那抑制近视形成。台中市教育局讲，虽然一直努力改善，不过对103到108学年度高中甲国小学生近视比例敢若下降1%。除了加强灯会照明仪体改善，也鼓励学生多多来做一寡户外活动，避免长时间伫室内。也甲眼科医师进行到学校服务计划。医师是建议，除了避免伤过用目睭以外，营养嘛要平均，你到外口行行，更加使舒缓目睭的压力，降低近视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明仔载南投气温上无会超过38度，各地头嘛同款烧热。咱做来看明仔载天气报。
北部地区上加27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加27度，上悬35度；东部这边上加27度，上悬3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大家拢上惊，安尼骹豆腐退化。其实骹豆腐的退化有当时毋是骨的问题，是因为你的肉无够力，肉若无够力，就无法度经。若无法度经，咱的骹咱就只好靠骨去甲磨。当然，这个骨呢，自然退化了紧。落土的这个力会刺激咱规个骨头起来。7月18，拜六暗时7点半，成年台湾，咱做伙关心身边的人。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今仔日的人客有够多，敢会使卖个硬刺激摆啊？咱今仔日要来讲的，就是我即摆的感觉。压杂，压杂，汉字写做压杂，罗马字写做压，字压杂。两字拢是入声第4调。台语的压杂甲华语的龌龊，虽然汉语同款，不过意思甲发音拢完全无同。压杂是讲人的心情袂快活，有时是因为天气、湿度的关系，有时是环境，也是代志袂顺的关系。只要是心情袂顺、无欢喜，阁无法度解决，拢会当讲是压杂。像讲有时阵，阮会拄到一寡人客真歹性地，电梯速度上慢就搞阮骂，阮阁无法度应转来，心情都会有淡薄仔压杂。台语和压杂外语的词有高操烦、硬心、烦恼、不闷等等。高操烦是咧讲人的个性，硬心有受气的意思，烦恼郁闷较负面，压杂是心情闷闷啊，感觉无介好。不过我若特别压杂的时，我拢会去做运动，减轻压力。大概运动了，我的心情就会较好。若卡袂到就压杂，有可能变做是郁症。郁症是现代人真常有的病症。甲身体的其他艰苦病痛相像，拢是爱去互医生看。若有遮先生的方法落去治疗，拢是好个哩的。至少会当控制甲真好势，会影响正常生活。咱讲欢喜嘛一天，痛苦嘛一天。咱做人吼，唔通无代志，家己生代志。食饱换腰，擦牙家己牙。家己找烦恼，互家己歹过。人讲改运不如改心，丢压杂、高操烦、硬心、郁闷、郁症、食饱换腰、
擦家家己赢。该运不如该心，祝大家大工拢欢喜，握杂胜利哩！今仔日的大工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